咦，表弟，你今日放榜喎，你成績點樣啊？係啊，表哥，不如你幫我睇下。第時呢，我諗要做醫生、律師嗰啲職業，揾好多嘅錢，買啲大屋俾爸爸媽媽住。但表弟，我睇你嘅成績唔係咁理想，就算連重讀都冇學校會收你啊！吓？咁即係點啊？香港今年有68,167人考文憑試，而大學聯招學額就有16,447個，所以算式應該係16,447除以68,167，再乘以100%，亦即係0.2413459乘以100%，得出答案就係24.13%，取4捨5入小數點後第二位，結果係今年只有24% 嘅考生可以入讀大學。表弟，其實讀唔到大學都唔使咁沮喪嘅，因為大學生都唔一定揾好多錢㗎。由1993年至2013年，20年間嘅通脹累積上升51%，但係20年嚟大學生嘅起薪就有跌冇升。20年前大學生起薪中位數為13,158元，20年後大學生嘅起薪中位數係10,860元，所以算式應該係先計算20年間大學生起薪中位數嘅差，13,158減10,860，得出2,298，再將呢個差除以13,158乘以100%，答案係17.46%，取4捨5入小數點後第二位。結論係通脹上升51%，而大學生起薪下降17%，兩個數值形成反比關係。就算有穩定嘅收入，都好難買到樓價，因為香港嘅樓價係全球最難負擔嘅。今年香港家庭年度入息中位數為293000，而香港樓價中位數為5561000。依家求樓價入息比率，即係5561000除以293000，答案係18.98，取4捨5入小數點後第二位，所以香港樓價入息比率係19倍。亦即係話，香港家庭要唔食飯唔消費19年，先可以置業，而19年後你爸爸媽媽都可能唔喺度啦，到時啲錢攞嚟買墳位咪啱啱好咯。表弟，以你嘅成績，如果你唔介意，仲可以考警察㗎。係咪真㗎？係啊，表弟，只要你考獲5科 E 級，起薪點仲有21,410蚊添。好嘢！